继续来关心这疫情消息，国内伫今仔日增加97个本土病例，有40人死亡。对3月20日开始，这确诊准是中等症，才需要通报。一礼拜平均一天是增加109个本土病例。另外，针对囡仔指挥中心也要提醒，虽然疫情放零，不过这囡仔密实施的情形，犹原爱注意。注意这囡仔快筛阳性了后，6礼拜内身体状况。另外，这礼拜也增加2个囡仔密实施的个案，拢是无注过疫苗的。 新冠肺炎20开始改做中重症，才需要通报确诊。这礼拜平均每天109例本土确诊病例，另外这礼拜也新增加2例儿童 PCC 个案，拢无注过疫苗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，囡仔若新冠肺炎体检阳性，要注意所落来的身体状况变化。检验新冠阳性之后，通常可能在6周以内会出现这个 MIS-C 相关的症状。这6大症状就是腹痛、腹泻、呕吐。 以及皮肤出疹、眼睛充血跟头晕。新冠的疫苗除了可以防范染疫，儿童跟青少年部分呢，可以降低90%以上 MIS-C 的发生率。指挥中心推广的疫苗加1活动，到达计共有30万人左右来做疫苗，其中25000人是做基础剂。另外，指挥中心统计，而且新增加的40个死亡个案当中，有一半无做过疫苗。 外界关心确诊的数字一直在降，但是死亡数字并无明显对咧减少。指挥中心也提出说明，的确，它的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了哈，那是比较慢了一点，会再去检讨每一个个案哈，那它的这个相关的状况，未来对这一块的监测我们也没有停。 指挥中心表示，未来会针对确诊通报的数量趋势、医疗资源使用状况、变异病毒监测等方面掌握疫情的方向。另外，所落来大众运输、翠暗解封，估计清明假期结束了后，4月中就会检讨。记者郭文正、准优台北报道。